各位投資朋友們，大家好，歡迎收聽美股市場透視，一個由 AI 自動生成的每日盤後分析。此刻是2022的美東時間下午5點，我是你們的主持人。今天的美股市場就像坐過山車，開盤時被一季度 GDP 萎縮的消息砸了個廊，盤中科技股的財報又給市場補了一刀。不過尾盤居然還能喘着氣收窄跌幅，標普500最終上漲1.47%，納斯達克帶着1.9%的傷口勉強站穩。道指倒是像個老練的拳擊手，穩健攀升1.39%。今天市場的劇本明顯被三股力量拉扯着，先是蘋果和亞馬遜這兩大科技巨頭爆出雙響炮，蘋果在大中華區的收入同比掉了12%，關稅成本直接吞掉9億美元利潤。亞馬遜則首次承認關稅衝擊會拖累下季度營業利潤，蘋果盤後跌幅達到3.74%，亞馬遜微幅下挫0.12%，連帶把整個科技板塊曳下去3%。接着是華盛頓的關稅大棒突然揮向3000億美元中國商品，跨國企業一天之內市值蒸發1200億美元。不過市場也並非全是壞消息，波音靠着沙特航空的160架訂單逆勢衝高1.41%，無對率的新疫苗突破更讓生物醫藥板塊眼前一亮。說到板塊表現，今天市場呈現出明顯的分化格局，科技股像是被潑了冷水，硬體和電商紙板塊跌得最慘，蘋果供應鏈上的公司幾乎集體泛綠。但另一邊，能源板塊藉着中東局勢緊張和油價衝上90美元的東風漲了2.8%，公用事業和房地產這些防禦型選手也悄悄爬升1%左右，看來不少資金正在往這些避風港裏躲。金融板塊倒是上演了內部博弈，區域性銀行因為貸款違約風險被拋售，但摩根大通這些巨頭靠着穩健的財報撐住了場面。現在大家最關心的肯定是這波震盪到底會持續多久。我注意到兩個關鍵信號，一是10年期美債收益率跌到3.82%，創3週新低，說明避險情緒正在升溫；二是美元指數突破105關口，創下3年新高，這可能會進一步壓制跨國企業的海外利潤。更值得警惕的是，2年期和10年期國債收益率倒掛幅度擴大到負0.8%，這個被稱作經濟衰退預言家的指標正在瘋狂閃爍紅燈。聽到這裡，可能有聽眾朋友會問：現在該進場抄底還是持幣觀望？我的建議是把握好3個觀察點。首先是下週2的美聯儲會議，雖然降息概率升到68%，但鮑威爾對通脹路徑的表述才是真正的風向標。其次是週5的非農數據，如果失業率突破4.2%，可能會倒逼政策轉向。最後要盯緊蘋果這些權重股能否在關鍵技術位企穩，他們現在就像市場的定海神針。對於普通投資者，我有2個策略建議：一是把部分科技股倉位轉向公用事業、必需消費品這些現金流穩定的防禦板塊；二是關注被錯殺的中盤股，特別是市淨率低於2倍且股息率超過3%的標的。記住，市場恐慌時往往是長期佈局的好時機，但千萬別在靴子落地前 all in。本節目內容由人工智能技術全自動生成，僅供資訊和教育目的，不構成任何專業財富、投資或法律建議。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見。